咱刷落来看，本身就是咧做环境教育的工课，一个林依阳小姐，因为对母语真有心，特别和朋友设计活动，把假影的粉椒莺啦、白头壳啊啦，拢藏入去草包内底，接带学生囡仔去学解救这鸟只，搁请兽医用台语教学生安怎样保护动物。咱嘛做伙来看这场讲台语、真古锥的野生动物救援队。 这伫咧树骹找到这只摆开的粉椒莺，大家讨论了后，决定先用面巾甲盖起来，再搁找纸箱啊，甲落空了后，细日啊甲放入去，准备带伊去互兽医看。所以去囡仔搁找到这只，那亲像是去弄到玻璃桶塞伫咧门边的花啊花箱。环境教育人员是警告大家安怎处理。 野生动物伊受伤可能有当时是甲咱人有关系，可比讲咱今仔日了解迄个玻璃的状况。囡仔啦，也是爸母嘛好都学到一个新的知识，讲原来毋是大蒜，毋是凊彩打，伊是爱打规片，安尼才对鸟来讲真正较有帮助。 林依阳本身就是环境教育人员，伊为着要推广野生动物的保护知识，专工办这个野生动物的救援活动，伫咧草埔和树啊放只假的野生动物，互囡仔哪行哪找，也思考家己和大自然的关系。白头壳的鸟仔，你去互阮看好无？好。我要带伊去看医生。囡仔用家己做，家己去找，家己去想，家己去看，去找。我是感觉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嘛。兽医也解说野生动物是安怎会受伤，也提供一寡适配保护大家，避免野生动物因为人类的生活，转去损长因的性命。这就是真诶有一只鸟啊，弄着玻璃。 流落来迄屎10公分以内，伊就会想讲，这我无法度飞过，伊就袂为遮飞去。安拆开，大家再看卖，是毋是足水诶？推广环境教育知识，林依阳望未来会使甲环境教室刷起产理，了解农地内底的野生动物和农地的植物，互囡仔更加了解这片土地，也用母语来形容大自然的万项代志。记者欧敏珍、林坤明台北报道。